你的。艾洛森真正力行开伊的白瑞诺车，上尾的金龟的重量缀甲伊骹步踏袂在。黄昏曝光中，伊发现克拉克伫树枝含叶仔四隔画的厝后尾金钱骹，披一领毛毛巾，伊坐伫有厝住的摇椅，顾穿浅拖的骹底挺，互摇椅前后撼动。艾洛森放落一粒大金龟，甲放伫宽宽的地板上。克拉克加老真济，78岁，也艾洛森35，因是翁仔某，因两个拢不止仔咯，面型看着嘛小可相共。艾洛森戴一帽的假头鬃，迄是一顶厚厚嵌到喙皮边的金头鬃。伊今仔日穿呢遐色的拍铁仔衫，平常时伊穿粗布衫。伫下晡时去一个儿童日托中心做义工。伊甲一粒较细的金龟放伫克拉克的长骹腿顶，呾莫创啥超现实的。伊甲伊讲，敢打刻一个普通的面，这是买予囡仔的。伫朦胧的 Apple White 桌仔顶，艾洛森看到女仆的家务明细，有几项画条。迄包含克拉克的暗顿。艾洛森紧速查看每一个信件，一个灰洒洒的邮费卷录仔，剪唱首行的哨单，11月的付费 TV 节目指南，阁有上害的、上好耍的，一封已经拆开、极无友善的批，来自克拉克伫北方的亲情。你是一个老好呆。艾洛森加读，你防骗甲真侥幸，内面附一张支票做礼物，毋过迄袂抵换钱，因为签名是 Jesus H. Christ。迄暗换到真暗，伫后尾金钱骹的一块旧桌仔顶，艾洛森和克拉克做伙画过刻金龟，澹去的报纸顶各铺一张报纸，用写批刀含汤匙仔。克拉克阁用水滚倒来刻正确的喙齿含目睭含鼻孔。克拉克过去是医生、内科医师，毋过嘛是一个礼拜日的水彩画家。伊刻的四个金龟有表情，阁有艺术性。雕刻的特点适合金龟的大细甲形状。两个看起来歹酷酷，阁痒牙牙，一个互人着一惊。上尾迄个安详古笑眯眯，艾洛森的迄死的面倒无刻甲遐灵巧，有掠巧甲走样的所在。伊甲鼻含目睭刻做三角形，伊做的喙只是尖仔形，两个翘顶悬，两个翘下面。到还前一点，因结束啊，伊伫暗长长的顶身工作的克拉克。呾转去伊的摇椅，爱困的目睭深深看外口，规个山谷所有的灯光拢火去啊！克拉克留伫遐，伫即个季节甲时间，无真正的暗暝真温暖。大部分树叶已经扫光光，树仔徛咧无准纹，因顶悬的月娘圆圆。艾洛森甲张扫柄清气。你的金龟顶比我的较好坐啊！克拉克对伊讲。歹糊糊啦，艾洛森讲。看我，克拉克讲。艾洛森看伊。伊摕一块淡糊糊的报纸，报纸散发着金龟腹内的甜味。你的家好坐啦，伊讲。你讲毋对，因点火了，你就看会出。艾洛森讲，伊行入去，摕黄色的酒液蜡烛出来。经过一困，伊才甲逐支蜡烛固定好势，然后甲成品伫金钱栏杆排做一排。伊沿路甲逐支蜡烛点倒，搁甲金龟挂嵌伫小小火焰的顶悬。有看到无？伊讲，因做伙坐一困。看迄柑仔色的面，
咱拢真忝头啊，是讲暗暗的时阵啊啦。艾罗森讲，毋通分花蜡烛，明仔载我会囥新的。迄暝，伫因的困房，比伊笑较早几下礼拜，艾罗森开始伫尾死。我会假头前拿落去，请你毋通看我。伊甲克拉克讲，拜托。娘买电线伫伊枕头仔的转动，伊举骹甲棉被拆开，伊甲克拉克讲一寡车库扫着的代志。伫电话遐，克拉克会当清楚看入来，含看着下面的金钱。伊要过一摆含因某啉水，伊要甲伊讲，顾伊的较大的角度，简单有像伊即种小才华，是一种可怕困扰的代志。讲简单小可特别，代表你大部分时间期待伤济，而且介意家己伤少。伊要甲伊保证，伊无欠缺啥物。但伊伫讲电话，伊看遐个金瓜顶，金瓜顶嘛看伊，